啊。然后一边讲我们一边喝茶，今天喝这个阳平号，哇，这个茶我是相当喜欢喝的，当年买280，1998，1998，那只是那个是98是没有日期的啦。OK， 我是喝到好喝的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茶。OK， 第一泡，其实第一泡我是不想洗掉了，不还是洗掉比较好，洗掉比较安全点。OK， 这个茶已经去到，就是喜欢它这个味道，它这个味道哦，它这个味道啊，是这座山的旗榜，看旗榜，它是153卖那边的，15就有这个味道。它就是这个味道，15的味道 ，OK。然后勐海啊，布朗山的是这边，这个是15的。你如果喝茶喝久了哦，你喝下去，你知道它的山头在哪里 ？OK， 我最多可以喝到它是哪一边的，你要说有哪一个摘的那个 level 还没喝到啦，因为我没有玩那个古树茶啦，古树茶玩下去哦，很假的啦。第一喝茶的人呢。为了健康的就不要去玩这个什么古树茶，不要去玩古董茶这个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古树茶、古董茶基本上是炒茶在玩，我们这种普通人喝茶呢是为了健康，所以就不需要去跟他们一般的人去炒古董。马来西亚也没有这么多古董茶，不要以为你买到一个什么双狮同庆啦，这个龙马同庆你就抓到宝。那个年代那个茶还没来到我们马来西亚 ，OK， 因为那个苏丹姆拉哥忘记跟他讨2片来喝OK， 这样看一下这个茶，第一泡颜色没这么深，不过它的茶香味已经出来了，看到很干净哦，看非常干净，这个味道是我喜欢的其中一个喜欢的，这是153卖的，真的是，你看我喝到这泡茶因为我只有2-3片的，好像只剩1片了，看我喝到这样子哦，哇，都不舍得丢看到没？你看这一点这一片我喝最久了，喝了3年，因为茶是这样子我回去找不到已经炒完找不到。这个茶呢，肯定还不是，搞不好它就是假的，我告诉你，搞不好是假的，因为它完全它肯定是一个好茶，因为它的纸张是这样子的，我给你看 ，OK， 完全没有东西的，就是一张纸。不过我喝到很喜欢喝 ，OK， 哇，这个茶粉就不要，看整张纸它就是这样子，什么都没有，它就写着一个阳平号旗榜没料。看所以它就是那么简单，因为90多年代的茶呢，基本上是完全没有这个日期的所以我就喝它好喝。那么你说这片茶要讲去研究，我告诉你，专家都没有办法讲到它100%的日期，没有办法。来，我们喝一下肯定就是旗榜的味道就是这一代的153卖那边的味道 ，OK， 它就没有勐海勐海是老班章那种感觉勐海，这个，所以你看我喝到一点点，我很少来喝的，就是因为这种茶喝了就没有了，喝了就没有了，所以那些帮我买茶的朋友要好好保护我的茶，好好收藏我的茶，好好的要享受那泡茶。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收藏的不好或者乱泡了，哎呀，真的很可惜很可惜，真的很可惜。OK， 你看这个茶OK， 真的是很香。你看它这个茶就很特别在哪里呢？它这个茶呢，就是已经差不多这么老，我们不要算它有没有40年了，可能我会被骗的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这个茶的味道像什么呀？这个茶
你要喝到这一泡茶 ，OK， 它的味道啊，这个味道为什么我会买很多？我大概现在还有200多片了。我会有很多这片茶，是因为这片茶跟这一片茶的味道有70%到80%是一样的，因为它的味道很好 ，OK， 很好 ，OK。这个茶可以，这个茶可以，就是你不要泡太久 ，OK， 不要泡太久。如果你是要空腹的话，你就我的老茶味应该是 OK 的，这个老茶了，这个老茶了 ，OK， 已经老茶了，这没有问题，老茶是 OK 的。这片茶应该在马来西亚最多收了15年到20年，如果他是在马来西亚收一个30-40年呢，好像我们那天有一个菜友一个茶友，他的公公婆婆的亲戚在40-50年呢寄过来他家里竟然没有喝，OK， 那个茶哦，喝下去哦，它就有茶药味，40-50年在马来西亚真的是那种樟香。非常非常的沉，很好喝，有机会跟大家分享。我家里有超过马来西亚40-50年的有4种就那一点点嘞因为那个时候那些人不会喝茶的，所以你有周围也没有朋友把茶放在家里很久很久的 ，OK 家里不喝茶，可是因为早期他公公婆婆留下来的茶你来喝，一粒麻酱，你不敢喝。你 send 过来一点，我帮你喝，我会帮你检验到底可不可以喝啦。不过这种茶，如果是后发酵的茶都可以的 ，OK。陆羽的时候呢，我可以讲陆羽最遗憾的就是在他的茶经里没有讲到普洱茶，不懂你有注意到吧？陆羽的茶经里面是没有讲到普洱茶，有讲到铁观音，有讲到绿茶、碧螺春。龙井就偏偏就没有讲到这个普洱茶 ，OK， 然后那个是早期的这个茶的泰斗叫陆羽 ，OK， 陆羽也是没有听说是唐代的嘛，是唐代，应该是唐代的，陆羽也是唐代的